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南投县信义乡的梅仔花，今年受到寒流甲雨水的影响，提早开花咯。完蛋了后，会开始来大开，而且讲会开了比旧年搁较灿烂，搁较水。 来到信义乡梅仔梦工厂，就会使欣赏梅花初开的景象。树仔顶满满的花苞，今年的梅花应该会大开。不过今年年初才大开的梅花，哪会12月就开始开花啊？发现像今天飘着雨嘛这个是我们梅农最希望看到的因为毕竟在前1-2个月雨水都比较少，那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年底的花况，以及呢未来在3、4月份的结果的状况。 受到寒流和雨水的影响，梅花已经提早开啊。今年晚开2礼拜，年底竟然提早2礼拜。张志雄表示，今花唔但会提早开，而且会开了比今年初搁较水。在12月底到1月的上旬呢，这边整个信义乡还是一样会招来很多的游客来这边赏花的。因为信义乡梅花提早开花，梅仔农预估今年正月了后，就会进入赏花期。欢喜看花的民众就要好好把握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